中心供水60年，香港青少年思源行。2025年12月19日到12月24日，20幾位嘅香港青少年同埋媒體人參加咗一江碧水向南流嘅活動。喺呢4日嘅行程裏面，要完成去5個城市嘅挑戰，包括第一日去廣州南沙水文巡測基地、高新沙水庫、廣東省珠江水利廳，在場有全自動水樣本檢測嘅環節、無人機、無人艇、機械狗巡邏員等等嘅展示。期間同學們呢都係好專注咁樣聽工作人員嘅講解，對整個供水工程嘅環節都係十分感興趣嘅。相信跟住落嚟嘅行程，佢哋都會充滿期待啊！接住落嚟嘅呢幾日，呢一班香港青少年又會去邊度呢？好啦，記得關注我，點個讚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